我答应。真的？你真的答应我了？不过我希望你此行的目的不只是为了说服，我还希望你希望我是真心实意的想和你成为知心的朋友，也是真心实意的想要珍惜你对我的好，对吗？你怎么把聪明全写在脸上呢？真是让人束手无策呀！这句话我好像也说过是吧？你说的任何话都在我心里，我会记住你的话，以前是，将来也是。谢谢你。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。什么？算了，我还是去找赵子龙说去吧。你干什么呀？又要去为难他？我得让赵子龙给我妹妹马玉柔一个交代啊，这算为难他吗？哼，你让他给马玉柔一个交代，那我怎么办？我给你个交代呀。我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？相互给对方一个机会，只是现在是4个人的事情。马超参见刘皇叔。马将军，快快请起，起来。今日能得锦马超加入我等复兴汉室的阵营，实属我等的大幸啊！马超先前不识时务，于家门关给刘皇叔带来了很多烦扰。马超再次赔礼了。哎，不，此一时彼一时。自从在战场上一睹你的马上英姿之后，我一直是念念不忘，爱惜在心。今日承蒙不弃前来投靠，是我梦寐以求啊！马超在哪儿啊？人在哪里呀？来投靠俺大哥！马超见过张将军。马孟起呀，俺张飞难得遇上对手，你就是亏欠俺大哥，也得与俺决战胜负。来，咱们再去大战300回合啊！还有一德叔，我们将来都是一家人了，尖刀只能一直对外。宝玉说的对呀。不过啊，也可以把战场放在酒桌上，照样能拼得你死我活，是吧？大哥，如今孟起已经是咱自己人了，霞蒙关的形势已经稳定了。那大哥你就派俺为先锋，直取成都。俺怕时间久了，那刘季玉都想俺了。主公，这成都还是交给我吧。你，我自带枪兵入川以来，这刘璋对我十分忌惮，我有把握不费一兵一卒，便可劝服刘璋投降我军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就太好了。立下大功，我定重重有赏。倘若我能得了成都，我只要一个奖赏，还请主公应允。说，请主公将那赵子龙交给我几天，我要带他到陇西，有一些私事。多谢主公。子龙，你来了。孟起兄，又见面了。哎，你们什么时候学会用眼神谋杀对手了？说话呀！宝玉，这话就不对了。既然孟起兄已经投靠了主公的麾下，那么我和他就是同僚，不是对手。子龙，你可知道我为何会来到此处？第一，我是被宝月说服，如此的话，我也可以距离他近一点。我可没有承诺你什么啊，以后的事情谁都不知道。
子龙，你别误会啊，还有第二点，我来到此处是为了你，更是为了我妹妹马姑娘。她虽然嘴上什么也没有说，但是我心里清楚，自从上次南徐一别之后，她便一直在等一个有情人，能够出现在她的面前。赵子龙，我觉得现在是时候了。我也知道你有很多的借口，你要一路跟着刘皇叔，一路征战。你没有时间去谈什么儿女情长，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军务由我替你分担，军功由我替你建。上次因为宝月姑娘的出现，中断了我们的比武，这次我要跟你一比高低。好枪法，你的枪法也不赖。再来！我去！好，我甘拜下风。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见一下我妹妹。子龙，你去吧。虽然我没有放弃你，我也不会轻易放弃你，但是我不想成为你感情上的牵绊。我能够理解玉柔姑娘，她对你的那份期待，想必十分煎熬，就像我一样。也像当初青衣对你那样。说来也奇怪，这两个面容相似的女人，竟然同时爱上一个男人。也许，这就是上天的安排。既然是上天的安排，我们就给彼此一个机会，也是给我们4个人一个机会。哼，你怎么越来越聪明了？哼，
你最好离开这里。我说庄公子，你白天搂着我的腰，夜里拉着我的手，赶明儿你还想做点什么呀？你要做什么？你东西没到手就要杀人灭口吗？你要是死过来，我就喊人了。你这一关紧上。你把我逼到墙角就要了个发簪，太瞧不起人了吧？赵子龙，你一心想帮主公完成大业，成为大英雄，可你连放下的气度都没有。你堂堂一个将军，连走出回忆的勇气都没有。因为你的正义，你的英勇，你的善良，所以我才愿意帮你，愿意追随你。你要记住，真正困住你的人是你自己，不是我，你知道吗？子龙，军师在后方调拨粮草，不能时时参与战局谋划。张飞、马超又都各守关隘，就连整天烦得要命的公孙宝月也帮着军师镇守成都了。这回你这个先锋官可要独当一面了。此战，大战在即，而且关乎到益州的存亡，我们败不起啊！看来乐毅百战术又要大显神威了。战场上瞬息万变，胜与败就在顷刻之间。作为前部主将，我得时刻随着战局随机应变。报！曹军先锋夏侯渊和高泽驻扎在阳平关。说什么？谁？高泽。赵子龙素来勇武，夏侯将军千万不可小视啊！长坂坡之事，全凭丞相仁厚，不愿伤及赵云小儿的性命，这才使此数字成名。哼，何况此番与长坂坡大为不同，上次赵云是单枪匹马，而这次是统兵作战。赵子龙曾智取贵阳郡，可见他有几分统兵之才，咱们还是小心一些为好。哼，赵范那等鼠辈也能与我们相提并论。包将军，你如此相遇，未免也太小瞧了我们吧？这……蜀军不是两路来犯吗？明日我就出城迎战赵子龙，你留守阳平关，以防黄忠来袭。子龙，驻守阳平关的曹军有8万人，而咱们这儿只有1万人，你说这仗该怎么打？敌众我寡，硬拼下去毫无胜算。刚才我仔细观察星月云端，我料想明天会有雾气笼罩。子龙，你还会夜观天象？统兵者不能全凭勇武，更得博学。来。
跟上！走，别让柳氏跑了！驾！住！驾！走，撤了！追！快追！驾！住！跟上！驾！停！秋高莫追，地形险要，还有伏击啊！报！赵云正率一队人马直向我军后方逼近。被阴敢偷袭，你们随我一同去宰了那个赵云小儿！撤！赵云要进兵了，准备迎战！垒起战鼓，却不进兵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末将也极为不解。原来是赵云小儿怕了夏侯将军，还没出兵就已经收兵了。赵云小儿还是要进兵，准备！将军，海沙生不在对面，在后面。柳深又杀回来了。哼！来的正好，看我一刀劈了他！传令下去，后队变为前队，准备迎战。赵云小儿还是要进兵，准备！将军，海沙生不在对面，在后面。柳深又杀回来了。哼！来的正好，看我一刀劈了他！传令下去，后队变为前队，准备迎战。全军听令，前队变为后队，后队变为前队。要个阵型，快！这情快！随我出击！战！去了！这！敌军已经被折腾得心浮气躁，阵列已乱。我们趁这个机会冲杀过去，准备出击！柳深这小子，突然又躲到哪儿去了？他们到底是
要进兵还是要退兵啊？啊！末将明白了，赵云和柳慎故意把号令颠倒了，改成了明天进兵，接顾收兵。两个鼠辈，竟敢戏弄我！今天我一定要剁了他们！报，赵云兵马驻扎我军后方。传令下去，再次调转阵列，后军变前军，前军变后军，迎战赵云。赵云小儿，你竟敢欺我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将军，赵云不会又使诈吧？管他是不是诈，今天不杀赵云，难消我心头之恨。全军听令，前队改回后队，后队改回前队，准备出击！调转阵型，快！调转阵型，快！连城干得漂亮，又该我们戏耍夏侯渊了。叫杀！不要乱！不要乱！高将军，前方喊杀声越来越响，也不知是夏侯将军胜了，还是……要不我带兵前去查看？现在大雾弥漫，情况不明，还是再等等吧。诺。这，快开城门！将军，夏侯将军回来了！快开城门！快关城门！快撤！
老袁，哪里跑？好，咱们就在这儿痛痛快快的厮杀吧！你们两个一起上吧！杀你这个匹夫！冯忠，一人足矣。这。 啊！高子，放心吧，我不是在帮你们，而是在害你们。哼，夏侯渊跟曹操从小一起长大，两人亲如骨肉。你们杀了夏侯渊，曹操不单会把你们枭首，而且还会踏平益州，将刘备一族灭门。赵子龙，我不仅要杀了你，而且还要把你的梦想毁得一干二净。小人拿命来！ 嘿！你听见？啊！ 石刀，这是岳渊在山洞刻字用的石刀。多泽，你帮师爷怎么样了？这，子龙，小心！去！快，跟上！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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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。 这，吁，高泽，
我师爷到底怎么了？被我杀了！月渊虽然武功盖世，但心智却如此单纯，对付他，就像对付孩童一般简单。高泽，我要让你血债血偿！高泽，你又败了！我已经毁了金刚剑，毁了护国神器。你匡扶汉室的宏愿，永远破碎了吧？你错了，汉高祖能亡秦灭楚，靠的是约法三章。光武帝能够忠心汉室，凭的是泯善之德。这并非2把护国神器之功。正因为高祖、光武的仁义泯善，才引得无数的能臣贤将纷纷来投，他们才是真正的护国神器。我手上沾了那么多亲人，
恩人的鲜血，包括我一生最深爱的情谊。他们的血债，只有用我的血，用我的命来偿了。方才酣畅淋漓的跟你打上最后一仗，死在你的剑下，倒也不冤。你就以我的死彰显你的英雄之名吧。高泽，其实你们只不过比寻常刀剑锋利些罢了，哪里能护什么国，哪里能安什么邦？反而你们是不祥之物，引得那么多人因你们而殒命。董卓、吕布、高泽，还有那些守护你们的人，我爹我娘，还有我师叔。我家主公的仁义已经传遍天下，他已经不需要用你们再来向大家证明他为汉室正朔了。再者，如果没有你们，世间或许会少些纷争，少些战乱。世间从此再无倚天。告辞。你说什么？夏侯渊死了。丞相，妙才，贤弟，丞相，节哀。我誓报此仇，传令下情，
立刻进兵。诺。撤。撤。于禀丞相，探子来报，前方发现蜀将黄忠带着100余士兵。传令下去，把这100余人团团围住，先杀黄忠老匹夫。诺。赵将军，赵将军，子龙，赵将军，赵将军，子龙，赵将军，赵将军，子龙，赵将军，子龙，赵将军，赵将军，赵将军来呀！赵将军，子龙，赵将军，这玉，不好了，曹军从东边杀过来了！报，不好了，西边也有曹兵，我们被包围了！别慌，立正，备战，走，这备战，备战，有冲，杀，杀！是何人？我的长山赵子龙。啊！莫非你就是血战长坂坡的赵子龙？快战！子龙，子龙！报！曹操亲率10万大军追击而来。子龙，我去关闭寨门。不可。子龙，咱们本来兵将就少，又分兵去守阳平关，营寨之中仅有6000兵将，这可硬拼不起啊！子龙，
只有紧闭寨门，备好弓弩，内幕滚石，才有抵御的可能。曹操亲自统兵追至颍寨，是想把我们除之而后快。我们现在只有几千兵马，就算紧闭寨门，就算垒木滚石无数，你觉得真的能抵挡得住曹军的连番攻击吗？能抵几时算几时吧，说不定主公率援军很快就到了。子龙，你不要再固执了。虽然大军距此不远，但想赶过来，很容易被曹军阻挡的汉水一侧，绝非一时半会儿就能到的。紧闭寨门，咱们尚有活命的可能；而我们大开寨门，硬拼下去，恐怕瞬间沦为刀下亡魂。昔日我在当阳长坂坡单枪匹马，视曹操数10万大军如草芥。现如今我们有兵有将，何惧之有？好吧，既然你心意已定，我就不多言了。如此拼死疆场，倒也壮怀激烈的多。大开寨门，就一定会死吗？听我号令！丞相，蜀营之中没有兵士踪迹，没有旗帜，没有半点响动，宛如一座空寨。丞相，可否冲杀进去？且慢，虚而实之，实而虚之。赵子龙以空旷营寨事务，料想有诈，不可轻进。大开大合之胆力，置之死地而后生。曹操，你中了我家军师之计了！这不好，曹仁，快撤！诺，快撤！快撤！快撤！子龙啊，你假借军师之名，诈得曹操胆战心惊，最后又冒险出击，以数千兵马大败10万曹军。若不是你临危不乱，全营将士早就命丧于此。子龙啊，你知道主公怎么夸赞你吗？说子龙浑身是胆。情之所迫，不得已而为之啊。主公还说你有猛虎之胆气、魄力。等此战结束之后，他会亲自封你为虎威将军。等会儿，哎，哪儿啊？来，哎，好，此番大获全胜，诸位功不可没。我先替子龙敬诸位一杯。哎呀，来，来啊，晚上啊，晚上，吃肉，晚上就行。来，干杯！吃肉，晚上啊，哎，吃肉，来，我敬你啊，好。
哎，多点，敬你啊！继续上，一定要与对方对话。来，不快啊！吃水果，也一定要喝个痛快。来，今天高兴，再来一杯。啊！哎，再给你碗上，别愣着呀！倒酒，行。哎，点茶了啊！来，吃肉。茶。哎，子龙没跟你一起。这才叫练的。此战大胜，子龙正忙着想一个人。再给你碗上啊！行，这菜。黄将军，来吃肉，这呀，喝，倒酒，今天一喝啊，干，喝好啊！哎，干了，来吃肉，来，吃。子龙，真的是你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是，真的是我。你来这儿做什么？不是说好不见面了吗？我从没答应过你任何事，对你的好，我从没认真干什么。对你的告别，我也未曾允诺。哼，你不是巴不得我走吗？我走了这么远，走了这么久，如果再给我一点时间的话，我相信我一定可以把你忘记的。又为什么要在此刻出现呢？你不能忘记。你说的对，人不能永远活在回忆里，所以我要往前看。那你找我做什么？玉柔，我想问你，你说过你要等我，这话还算不算数？说你还不肯原谅我，我可以等，等到你原谅我那一天。你敢怀疑我？我马玉柔说话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。我说过要等你，当然会等。还有，我曾经说过，只要你愿意的话，我一定会追随你，陪你上阵杀敌，直到帮你完成你的抱负。杀！一杯苦酒，吞下无言的离愁。请别问我，一生为了谁而活。夜色正浓，熄灭的战火能平静多久？誓死的小卒，敢用生命来相聚。穿上我盔甲，危险中万马的厮杀。让红翻过江山，只为弹平这天下。不想与谁争霸，不爱又与我战，这英雄一生失败，是英雄不留遗憾。
转身成了回家，危险中万马的厮杀，让翻过江山，只为他平这天下。不想与谁争霸，不爱人与我家，承受一生时代，是一生不留遗憾。赵云受刘备之命四处征战，每统兵攻取一地，都会制止刀兵，严明军纪，而且还会拨赋税、轻徭役，大兴耕织，助补生产，让百姓休养生息。建安19年（公元214年），刘备平定益州。刘备为奖赏下属，意欲将成都中的吴舍及城外桑田分赐诸将。赵云劝诫刘备，称现在国贼祸乱汉室，切不可追求安乐，等到天下安定，诸将再各回本土，安家立业。当前益州刚刚安定下来，应该将所有的田宅房产归还给百姓，让他们安居乐业，然后调征赋税，这样才会使益州百姓民心所向。刘备采纳了赵云的劝说，将土地房屋归还百姓，从而迅速赢得民心，巩固了蜀汉政权。子刘禅，厉王世子，诸葛亮为军师，总理军国重事，封关羽、张飞、赵云、马超、黄忠为五虎上将，加封赵云虎威将军。